隨住美國嘅減息週期嚟到嚇，咁我哋見到大額存款嘅朋友咧就非常之煩惱，因為存響呢個定期存款嘅利息咧一路向下，咁面對呢個係通脹同埋銀紙貶值咧，咁要係對沖咗呢個咁嘅我哋叫大額嘅現金，有啲咩投資嘅出路嚇？咁啱啱就係響呢半年咧嘅股票咧就已經係創到近3年嘅高位。咁某個程度亦都好多朋友喺股票市場已經係獲咗利，咁而面對我哋揸住手頭上100、200萬嘅現金，我哋有啲咩投資方向或者係資金出路呢？係好多嘅朋友而家面對咗呢個咁嘅困難嚇，咁亦都係好多朋友話，一揸住100、200萬，我哋買樓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好多嘅朋友去年近到差唔多係60嚇，個個都係資深投資者。咁俾首期係冇問題，但係要供就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大部分都冇一個叫做係固定嘅流水，咁你要借銀行嘅按揭，一方面係供嘅問題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嗰個槓桿係非常之大，咁亦都唔想加重個槓桿咁想去安安心心攞住100-200萬，其實又可以做得啲乜呢？咁好多朋友就會去買咗年金咁但係嚟講咧，年金咧係一啲我哋叫理財產品，但係某個程度嚟講，響呢個係資金嘅成本裏邊咧，叫係我哋叫做係唔係咁好利用呢個係我哋嘅資金成本。相對嚟講，我哋見到係香港一啲細碼嘅物業有啲邊啲咧？就我哋見到細碼之前就有啲工商鋪啲細嘅商場鋪細嘅工廠大廈或者係細嘅商業寫字樓咧，係吸納咗呢啲我哋叫細碼嘅投資。但係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呢幾年裏邊嘅工商鋪基本上都係非常之低迷，亦都係時代改變，亦都係發覺持有呢啲產品日後嗰種係資產增值或者係升值力都非常之我哋叫有限。咁相反嚟講，我哋見到唯一係細碼嗰啲咧，只有係車位。咁車位而家喺香港大約係80萬去到呢個100萬，或者去到85萬不等，呢個係一個中位數咁有啲仲係30-40萬都有嘅咁我哋見到係一啲叫3、4線地區。咁而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而車位佢喺香港嚟講，一般都有3.4厘嘅回報之下咧，咁就啱啱好就抵沖咗我哋叫做係存響銀行現金，而因為個低息咧而係浪費咗資金嘅成本。咁與此同時嚟講，我睇到香港車位咧回落咗係大約30%咧，亦都係一個係資金嘅係幾好嘅出路。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見到啦，揸住係100萬、200萬，其實嚟講好多朋友其實香港嘅居住環境，其實我哋見到大部分嘅香港朋友都會喺國內我哋叫做係尋覓一個叫第二家園，或者係我哋嘅香港生活嘅後花園或者退路，佢哋都會係買一個叫做係物業。咁喺大灣區一般係靚嘅區位嚟講，其實100萬都可以嘅啦。咁啱啱好，亦都係滿足咗呢班朋友將個資金投放咗喺呢個係國內嘅核心地段咁一方面嚟講，有一個叫做係第二家園啦。另外一方面嚟講，因為100萬而家喺國內其實係國內嘅房地產喺啲核心地段裏邊咧，其實係非常之低水咁我哋見到無論係國內嘅經濟啦，國內嘅人口同埋國內嘅產業，其實都會係快速嘅增長嘅。咁而喺呢啲咁嘅低窪地方裏邊咧，其實個資產係非常之稀缺咁趁住國內對房地產仲係迷茫嘅時間嚟講咧，其實一啲核心嘅樓盤、核心嘅物業咧，其實係值得持有嘅。咁況且嚟講，發展商亦都係相對喺呢段時間係俾好多優惠，有啲係送車位，有啲係送全屋嘅軟裝，同埋亦都係有啲我哋叫做係消費券可以買電器嘅。咁喺呢分鐘嚟講，亦都係一個叫做係資金嘅出路，啱啱好大約100萬可以買到大約係100平方，大約1000尺咁如我哋講緊啦，呢筆錢嚟講，其實我哋喺國內如果睇租金回報咧，有2厘幾咁等同我哋香港擺喺銀行。咁況且嚟講，我哋嘅物業咧係睇長線或者中長線咧，最緊要就係嗰個物業嘅資產值有冇增值
咁如果佢嘅產能產業係到位、人口到嘅話咧，咁喺某個程度喺國內100萬嘅物業咧嘅升值嘅空間係相對於香港100萬升值嘅能力咧係快好多嘅。咁可以講緊咧係喺國內就係行緊高鐵時代。香港嚟講咧，而家好多我哋叫做民生嘅物業已經係升到一個非常之高位，咁而亦都係咁講，亦都有咁嘅機會係咁細銀碼，咁所以嚟講，我哋見到無論係投資同埋自用咧，啱啱就係100同埋200萬嘅資金出爐嘅，我哋叫好去處。咁所以我哋見到啦，如果一啲我哋對國內唔了解嘅，我哋對香港物業本身係鍾情於香港物業咧，咁亦都係香港嘅車位市場係完全可以滿足大家嗰種係資金嘅出路。咁大家可以留意我哋咁關於香港嘅車位嘅分析啦，或者係國內邊度地方係啱大家嘅，亦都可以留意我哋。